認識戒煙輔助藥物尼古丁替代療法。戒煙難，但係有啲人憑住意志力亦都能夠成功。不過，亦都有唔少人因為出現心情煩躁、無法集中精神等退癮症狀，喺停煙幾日之後就再次吸煙。其實呢啲退癮症狀代表大腦同身體需要時間適應冇尼古丁嘅狀態。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可以有效減輕呢啲不適。原理係透過提供低劑量、可控制及相對安全嘅尼古丁，經由皮膚或者口腔黏膜，令尼古丁逐漸釋放進入血液，從而減輕不適感，令到戒煙過程更順利、更容易成功。戒煙人士可以尋求專業醫護人員協助，了解點樣適當地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。戒煙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啲斷癮嘅症狀啦，包括有生理嘅症狀同埋心理嘅症狀嘅。好想食煙，成日發脾氣、坐立不安，又瞓唔到、便秘啊、食慾大增啊、咳啊、口乾啊咁樣。第一個星期咧，嗰個斷癮症狀係最嚴重啦、最辛苦、最難解。隨住時間咁過去咧，其實個唔舒服嘅症狀咧就係維持2至4個星期。時間越耐咧，個症狀就越嚟越減噶啦。尼古丁替代療法咧，世界衛生組織咧已經認證為咧安全嘅戒煙輔助藥物嘅。大量嘅臨床研究證明咧，佢係可以幫到戒煙，可以增加戒煙嘅成功率咧1.5至1.6倍。咁咧就有戒煙口膠啦，同埋戒煙糖啦。呢個咧就係一個透過口腔吸收嘅，係一個口服嘅戒煙產品。戒煙口膠咧咬幾下，有味出咗嚟之後咧，就含住先1至2分鐘冇味啦，先至再咬。咬下停下咧，咁咧就佢半個鐘頭都失效噶啦，咁就掠咗佢。咁戒煙糖咧一定要咧啜下佢，嗒下佢，有味就含住先，冇味先再啜。咁千祈唔可以咬碎佢，因為如果咬碎佢咧，大量嘅尼古丁釋放出嚟咧，就會令到個喉嚨同個胃咧就唔舒服嘅。戒煙香口膠咧唔適合老人家，因為通常老人家就有假牙嘅。如果假牙咬香口膠咧就唔係咁適用，就適合戒煙糖。但係咧，如果個病人咧係有胃潰瘍、十二指腸潰瘍咧，咁我哋就係唔建議用嘅，因為始終呢個戒煙糖同埋戒煙香口膠咧都係有尼古丁，咁佢都係會刺激個身體咯，咁唔係咁適合。戒煙貼咧就係設計要用24小時嘅，譬如係朝頭早貼啦，貼到第二日朝頭早啦，或者沖完涼貼到沖涼嗰時再換嘅第二塊。呢個係防水嘅，沖涼都可以貼得嘅。太多毛嘅地方我哋就唔適宜貼嘅。個戒煙貼個位咧就係上半身嘅，咁通常貼嘅位置咧就手臂啦，左右兩邊都得，鎖骨對下、肚臍兩邊隔離，呢度側跟、後邊背脊都有嘅。戒煙嘅人士咧喺揀戒煙嘅藥物嘅時候咧，就要考慮幾個因素嘅。咁例如工作嘅環境啦，咁睇下嗰個戒煙嘅人士食唔食得嘢咧。如果唔食得嘢咧，就要用戒煙貼嘅嚟。生活嘅習慣啦，因為食緊煙嘅人咧，平時係擔住支煙、口住支煙，戒煙時咧就冇支煙行住咧，咁可能咧真係要咬一啲嘢嘅，即係例如食戒煙香口膠啊、戒煙糖啊，口腔有啲喐動咧，帶嚟一啲滿足感咁樣。吸煙嘅模式啦，咁我哋又要睇佢每日食幾支煙啊，個時間上會唔會話收工先食得多啲啊，或者翻工時食得多啲，咁我哋要考慮呢啲因素嘅。所以咧，用呢啲戒煙藥物咧，必須要咧透過專業人士啦，同佢制定一個個人嘅方案去戒煙咯，咁就會事半功倍噶啦。尼古丁替代療法係其中一個戒煙嘅有效工具，可以減低戒煙嘅難度，但係最重要嘅仍然係決心同堅持。香港政府及多個機構都有提供各類戒煙服務，陪伴戒煙人士一同面對挑戰。立即致電戒煙熱線1833-183，尋求正確嘅支援同方法，重拾無煙健康生活嘅第一步。